2025年6月24號，大班麵包西餅宣布全線結業。呢個創立41年、曾經輝煌一時嘅香港品牌就此落下帷幕。冰皮月餅嘅由來眾說紛紜，其中一個講法指冰皮月餅其實係早期越南嘅糯米月餅演變而嚟，喺1967年就已經面世。呢種月餅其實喺香港一早已有，位於灣仔有間素菜館叫東方小紫園。據老闆彭先生所講，佢哋早喺60年代已經創立冰皮月餅，當時用糯米皮做外層，豆沙做餡。但係當時呢種最多叫糯米皮月餅，到真正要雪藏嘅冰皮月餅，係1989年大班月餅推出嘅時候，憑住冰皮月餅嘅成功，大班迅速擴張。1991年引入特許經營計劃，希望加速分店嘅擴張。高峰時期，大班喺香港有超過30間分店，更成功開拓內地市場。郭鴻鈞因此被譽為冰皮月餅之父。大班嘅廣告 slogan， 大班冰皮月餅始終係主角，更係深入民心。大班嘅結業亦反映咗香港零售業面對嘅結構性困境。